这次台风好恐怖啊！亚拜风采喊得人强哦，亚拜风采喊得人强哦。我们家整片田市都落果了，阿布卡几只甜刺叶啊都落果诶，阿布卡几只甜刺叶啊都落果诶。是啊，俗话说7月下雨又起风，10个甘愿9个空。嘿呀，人讲10月落水又起風，10個甘願9個空。嘿呀，人講10月落水又起風，10個甘願9個空。聽起來損失很大呢，這樣還能賣到市場嗎？談起來損失動態呢，哎喲，還做得賣到市場麼？談起來損失動態呢，哎喲，還做得賣到市場麼？没办法，太小颗，卖相不佳。冇法度啊，太細粒，賣相唔好。冇法度啊，太細粒，賣相唔好。阿婆，您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阿婆，你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阿婆，你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是的，我今天啊就要先来办理地籍誊本。嘿呀，我今本日就要先来办理地籍誊本。嘿呀，我今本日就要先来办理地籍誊本。好，请问登记名义人是谁？知道地号吗？好，请问登记名义人是乜人？地價嘅地號麼？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人是乜人？地價嘅地號麼？就是張坤旺這筆，就是張坤旺呀筆，就是張坤旺呀筆。單一筆就好了嗎？單一筆就好誒，係麼？單一筆就好誒，係麼？是啊，係啊。嘿啊，請問有權狀嗎？如果有權狀，可以直接影印。請問有權狀嗎？那係有權狀，做得直接影印。請問有權狀嗎？那係有權狀，做得直接影印。不好意思啊，因為剛才急着出門，沒找到權狀。這裡啊，睇下匆匆忙忙出門，冇錢到權狀。這裡啊，睇下匆匆忙忙出門，冇錢到權狀。沒關係，這次就先申請誊本，請您提供身份證跟印章。冇要緊，要擺就先申請誊本，請提供身份證同印呢。冇要緊。要擺就先申請誊本，請提供身份證同印呢。好的，這邊是我的證件，我要申請這個地號。好，這位是我的證件，我要申請這個地號。好，這位是我的證件，我要申請這個地號。阿婆，以後如果有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的影印本就可以辦理。阿婆，行一擺係有愛申請補助，用權狀的影印本就做得辦理。阿婆，行一擺係有愛申請補助，用權狀的影印本就做得辦理。誊本有壓時間，怕期限過期，您以後還要再多跑一趟。誊本有壓時間，驚怕會過期。行日怕行愛走假一轉哦，誊本有壓時間，驚怕會過期。行日怕行愛走假一轉哦。這是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先還您。也是我的身份證同印呢，先還。也是我的身份證同印呢，先還。好，這樣感覺便民許多呢。好。按用詞度加以片面呢，好。
俺用吃的加以片名呢。谢谢，您不嫌弃。这里是你申请的地级誊本，按字说唔好稀罕，也比很神枪嘅体式誊本。按字说唔好稀罕，也比很神枪嘅体式誊本。一份誊本是20元，帮您放在这个袋子里。一份誊本是20幾元，老唔用提一扎推嘅地度哦。一份誊本是20幾元，老唔用提一扎推嘅地度哦。谢谢你哦，俺自说哦，俺自说哦。阿婆，这样程序完成，给您一张我们的名片。阿婆，俺用长西出好些嘞，本一张爱到嘅名片。阿婆，俺用长西出好些嘞，本一张爱到嘅名片。上面是我们的电话，有各科的分机，當個係愛亞到嘅天花，有各科嘅分機，當個係愛亞到嘅天花，有各科嘅分機。如果有什麼問題，都歡迎打電話詢問。那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問哦。那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問哦。請問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請問還有乜嘅愛同聽數嘅麼？請問還有乜嘅愛同聽數嘅麼？谢谢你，不必啦。俺自说冇嘞，俺自说冇嘞。謝謝，請慢走，路上小心哦。俺自說順行哦，路好愛生意哦。俺自說順行哦，路好愛生意哦。